咁啊，今次咧華盛頓 DC 聯咧當中最孭飛嘅就係呢個10號啊，外用魔鬼嘅玻利維亞國腳艾茲華利啦。咁啊，費力通咧亦都係唔敢怠慢，咁啊從呢個星島請嚟兩位借將啊，咁啊分別而家見到呢位啊學智，咁以及另外一位咧就係梅亞㗎。咁啊兩個球員咧都分別喺中前場咧係加強呢個費力通嘅功力。比賽咧係開始啦。呢場波執法嘅球證咧就係香港國際裁判伍彥堅啊！咁啊球賽開始啦，白衫黑褲左攻右嘅咧，華盛頓 DC 聯一開波咧，呢個咧艾茲華利咧即刻喂一個直線波咧係俾呢個蒙尼路嘅。蒙尼路想話繼續出去禁區嘅時候咧，就陳漢輝咧就出嚟撞佢一撞，撞跌咗球證咧係追罰嘅。咁啊，費力通嘅守門員李安納咧好審慎啦，提醒自己嘅人牆咧同佢排好位。咁啊睇睇咧呢個艾斯華利咧點樣炮製呢個罰球啦！哇，好多西啊！呢個波啊，好彩咧就係李安納咧睇呢個波嘅來勢，飛到盡啦，雙手將個波猜出底線。嗱，再睇一次左腳腳內檔趟西，曲序墮翻落嚟柱邊呢個波唔覺咧入得啊！好啦，睇繼續比賽，仍然咧華盛頓 DC 聯咧控制住呢個戰局喎。咁啊見到咧係。由你啦，喺中間兩個人嗰突破，自己攔過嚟左手邊啦。大文啦一射，哇甩咗，哎呀弊啦！李安拿破到大文嘅先射，但係甩手之下咧，俾呢個蒙尼路標前咧快腳咧係篤咗入網，1-0啦！好快脆咧，呢個客軍咧首先咧打開紀錄啦。嗱，再睇睇呢個波，1比俾大文左腳一趟。喺兩個人馬之中咧過咗左腳勁抽，咁啊李安娜一拍個波咧就係拍翻出嚟門前啦，俾呢個咧就係蒙尼路咧標前篤咗入網1-0啊！DC 聯咧首先咧係領先一球波。呢個咧就係 DC 聯嘅教練啦，夏維拿。咁啊見到球隊咧入咗1球啊！咁其實咧今日呢班 DC 聯咧就係佢哋季前嘅集訓其中一場嘅賽事，咁啊可以講話咧基本上係都算full添啦。好啦。今次咧又見到蒙尼路先急翻轉頭，再俾後上球員射，但可惜呢個波咧就係射中橫嚟嘅啫。咁啊射波咧就係呢個雅斯啊，呢個波咧雅斯都係咬食牙根抽埋㗎啦。咁啊大家睇睇啊，俾咗過嚟咧係蒙尼路啦，咁啊蒙尼路咧又唔貪功喎，喺人馬度一級，雅斯俾佢，雅斯跟住追翻轉頭，咁啊初雅斯以為佢自己射，咁見佢唔射，衝上嚟射啦，咁啊射落嚟咧條橫尾都有少少震啊，咁呢個咧就係雅斯啊。又係呢個華盛頓 DC 隊嘅攻勢啊！好啦，喺邊線再策動你嘅攻勢落到低線，嗱傳到中咧就有人喺度啦，唔傳啊自己入埋添埋，係啊呢個波咧係蒙尼路咧好波啊，藝高人膽大，窄角度自己托埋嚟，咁啊佢個波咧就唔係佢直接射入波啊，係省中費力通嘅球員咧係彈入㗎，咁呢個波咧就嗱大家再從慢鏡睇睇，威廉斯將個波一送過嚟呢邊，咁啊。隊長咧呢個一級到個波咧就再送過落嚟俾呢個蒙尼路，嗱蒙尼路推到埋嚟咧幾定當啊，再扣過埋呢個李安納右腳側位射，咁啊中間嘅球員咧應該係基亞咧係彈到個波㗎，咁啊基亞咧呢場波咧暫時咧喺上半場咧偏佢咧打後衞㗎。好啦，奧法咧睇下走唔走到，咁啊希望利用佢嘅高速咧係有啲表現啦，但係咧慢慢咗嚇佢窒下喎走到，送翻轉頭，咁啊借將之一嘅。梅亞俾翻過嚟呢邊，狗仔再送過嚟陳漢輝咧想啄埋又冇錯，一啄埋中間有冇咧？有啊，頂到啦，咁啊搞掂。咁啊結果咧呢個波咧梅亞咧呢個借將咧睇呢個費力通咧追翻1-2比較接近嘅紀錄。咁啊呢個進攻咧就係算係呢個費力通咧喺上半場咧係比較有威脅嘅攻勢，咁啊就俾梅亞一撞，咁啊當然要讚陳漢輝送個波送得靚啦嚇。冇錯啦，睇睇陳漢輝斬呢個波落點好靚啊！第一個科士打跳起頂唔到，科士打頂唔到，跟住梅亞從後咧攝翻個位咧，好勁啊！呢個波撞得，仲有一次慢鏡睇睇梅亞撞呢個波好勁咧，咁樣咧係入網，咁啊令到對方嘅加斯咧冇辦法挽救1-2啦，費力通咧追成接近嘅紀錄啦。咁啊賽事咧係進入下半場咯喎，而家華盛頓咧又策動攻勢啦，艾茲華利攞定個波先，帶翻轉頭，用咗腳送去前邊。咁啊跟住咧呢個戴文咧俾翻埋嚟中間，而家科士呢個基亞將個波咧偷咗過嚟呢邊光仔啦。下半場咧費力通咧換2個球員㗎啦，陳志剛咧係上陣啦。睇埋科士打射呢個波點先，西落得少嗰頭啦，射唔中目標嚇科士打。陳志剛咧係上陣啦，咁另外陳炳安咧亦都係上陣握手啦，呢個中路5翻啊呢個基亞上嚟前邊㗎。
咁啊，陳志剛上陣咧就調出咗啊奧化，一開波下半場咧就發通首先咧換咗2個人。咁啊，而家咧仲係上半場嘅紀錄啊，2-1嘅紀錄啊，華盛頓就係領先緊1球波嘅。而家見到咧係拉莫沙咧一俾過嚟呢邊，好又試下呢個艾茲華利，好啦，呢個直線靚咯啩。咁啊，睇威廉士點扣翻埋嚟中間，俾翻咧呢個咧蒙尼路啊，平分高喎。俾蒙尼路亦都係好勁咧，將個波用右腳扣過左腳咧，然之後射入網。蒙尼路啊，連中3元咧，就替華盛頓 DC 聯咧係領先到3-1啦。嗱，睇啦，打一個直線位過嚟呢邊啦。咁跟住咧呢個威廉士唔貪功喎，扣翻後咧俾翻咧係蒙尼路。蒙尼路又一立過咗陳炳安，跟住咧趁住梅亞未到之前咧左腳咧射咗呢個波入網，3-1。華盛頓 DC 聯咧領先2球波嘅。啊，繼續比賽，仍然咧就係黑軍咧係佔盡優勢㗎。好，彈翻埋嚟中間先。拉莫沙咧又俾後，艾茲華利，哦呢個腳面拉西拉個地波出到啊靚啊！呢個波出埋嚟，唉弊啦！呢個卡根洛夫咧自己翹腳，都唔知用邊隻腳踢好。最後個波嚟到咧起得嚟咧，隻右腳嘅尾腳咧翹埋個波入網添。咁啊，卡根洛夫又擺烏龍，亦都要入埋蒙尼路數咯喎，因為咧佢傳中呢個波等於咧就係第2個波基亞擺烏龍，亦都係佢咧係撈埋門前㗎啦。睇睇呢個俾得好靚㗎，艾茲華利啊！蒙尼路插埋嚟中間，睇下呢個卡根洛夫，呢係真真正正係翹腳啦，翹到都唔知點樣起腳。咁啊，最後咧自己嘅右腳後腳咧將個波咧翹入網添。4-1啦，大勢已去㗎啦，快攻。咁啊4-1咧，就相信入場嘅觀眾咧，暫時都幾滿意，有5個入球睇下。好啦，學自將波交翻轉頭，卡根洛夫扭啦，哎呀又扭又失啦，咁啊分分鐘咧失多幾球添啊！艾茲華利又送個直線啦，今次睇得點先？今次咧有一級過嚟，搞掂埋添啦！呢個雲美，呢個波咧就主要咧就係呢個卡根洛夫咧中間咧係玩嘢咧玩出禍啦。咁啊炒咧陳炳安咧追到翻嚟咧搏到盡都搏唔到。嗱到目前為止咧，雖然呢個艾茲華利咧未入波啫，但係艾茲華利咧交幾個波都靚波嚟㗎。嗱呢個波睇到啦，亞斯送交，艾茲華利就一個直線送過嚟，就俾雲美咧壓入去。咁啊陳炳安咧包埋你咧就俾呢個雲美再推橫啲，起腳咧射翻呢個遠處啱啱好咧就喺呢個李安納嘅身邊過啊。5-1，咁啊又嚟喎，仲有啊未完啊賽事。又係艾茲華利，中間咁你轉埋嚟，面對面咁啊睇睇呢個波咧，今次呢個艾賓費道再俾過嚟艾茲華利，艾茲華利咧係面對住2個球員㗎嗱，陳志剛嚟追緊佢，踩後腳過一個，中過啊係咪啊？係啊，面對歐陽敬慈一搓，歐陽慈埋你咧一路頂住佢2個埋嚟，哇好波啊！嗱呢啲睇下歐陽慈想捉件衫咧都捉唔到佢。但可惜送出嚟咧，隊友咧頂唔到嘅啫。但係咧，從呢個嗱，我哋睇下大鏡欣賞啊！睇佢左腳熟過右腳嘅，咁啊踢波以左腳為主啦。拉佢頂住，陳志剛埋嚟睇住2個埋嘅時候咧，就俾佢咁樣一撬咧喺2個人馬當中過咗，跟住有應前想捉件衫都捉唔到佢，高一皮即係高一皮啊！咁啊賞心悅目啊！睇到呢啲咁嘅個人技術真係。好啦，批咗落嚟，今次係睇睇陳炳安到唔抵啊！陳炳安唔到咧，又掃唔到隻腳出嚟，睇睇威廉斯點先，再送過嚟，又係雲美搞掂埋佢，冇錯，6-1啦！咁呢個波咧雲美咧就陳炳安掃埋嚟咧，掃唔到個波咧，就俾威廉斯交翻俾佢。咁啊雲美咧睇佢喺禁區入邊嘅把握咧都相當之定當嘅。咁啊李安納咧已經輸咗6球啦，咁啊垂頭喪氣咁樣。嗱，我哋再從慢鏡睇睇呢個波啊！一送過嚟嗱，雲美幾定當啊！一個過完啦，陳炳安左腳咁啊勁扳埋，咁啊雖然咧呢個李安納衝出嚟，但係都擋唔到。咦，雲美都入得2粒嘅喎。冇錯啦，咁啊呢個咧蒙尼路咧就入咗4粒，但有2粒係佢間接咧令到有呢個快衝嘅手圍擺烏龍嘅，接近完場嘅階段㗎啦。咁啊睇下點啦，咁啊繼續嚟喎，帶埋嚟中間係咪射咧？冇錯，一射李安納撲到。弊啦，又俾啦呢個咧現役國腳嘅新力咧係門前咧係補射入網，雖然間再補射咧都省咗李安納個心口都係彈入去嘅呢波，都係贏到7-1皮啦，華盛頓 DC 聯贏係贏緊㗎啦。先睇睇啦，帶埋嚟先，一射啦，李安納橫身一褲拍橫咗個波，新力到咯喎。
埋去執啦，一省到李德拿個心口彈埋入網添，7-1啦。咁啊，結果呢場波咧啊，快攻大敗於華盛頓嘅腳下啦。咁而且咧，華盛頓隊咧仲可以攞到10萬蚊呢個獎金添嘅。阿高斯代表捧杯啊！好啦，咁啊嚟緊呢個星期咧，就今晚咧就有呢個快通對流浪嘅總督杯賽事啦。星期2好易通對星島，星期4港隊對東方，而星期5咧就係愉園對南華，全部係總督杯比賽。嗱喺呢場波嘅觀察到咧，就快通嘅球員嘅狀態咧明顯咧欠佳啦。由以2個中路守將啦，呢個卡根洛夫咧，以及咧今場波客串中堅嘅基亞咧嘅兩個人咧嘅表現咧，事實上令人失望嘅。咁啊，總括嚟講咧，快通球員嘅體力咧，亦都不及對手啦。咁啊，下半場咧就後勁不繼嘅情況之下咧，兵敗如山倒啦。咁啊，華盛頓嘅 DC 聯呢支球隊覺得佢嘅踢法咧係實而不華㗎。咁啊，佢哋嘅進攻方面咧，集中喺兩個球員拉莫沙同埋呢個艾斯華里嘅身上，兩個人咧鋪橋搭路，往往咧做到啊喺進攻方面咧一針見血嘅功夫。咁啊，所以下半場咧就執豆咁執啊，執到7-1贏波。咁另一方面咧，喺人數方面咧，得3000零人入場咧，的確係有啲失望嘅。咁啊，主辦機構做咗好多功夫㗎啦，但係冇辦法吸引更多球迷入場咧。相信香港球迷都係要睇球星嘅。好啦，休息一陣先。各位球迷，考下你眼力啦！佢咁似鐘鎮濤嘅，究竟佢係邊個咧？廣告之後話你知。廣告前俾你睇呢個靚仔樣嘅咧，原來就係而家快易通嘅教練古廉權啊！咁啊，當年有大馬古之稱，第一次嚟香港咧就係效力呢個加山嘅。咁啊，睇嚟同而家個樣冇乜分別噃。嗱，香港代表隊咧就喺世界盃外圍賽啊，對泰國咧曾經咧打咗第1回合作客嘅賽事，輸咗0-2。咁啊，今個月嘅30號咧，香港隊咧將會主場咧再度喺第2回合咧迎戰泰國，睇下有冇機會咧報翻一敗之辱啦。香港隊咧先後輸俾南韓同埋泰國之後咧，嗱理論上咧應該仲有機會㗎，但係真正出線嘅機會應該非常之係渺茫㗎啦。咁啊，但係咧，自從郭家明係從執教編咗啦，發覺香港隊咧嘅士氣的確係高昂好多㗎。嗱，我哋以下落嚟咧到球壇 Internet 呢個環節啦，一開始咧就會介紹香港對泰國嘅比賽噃。香港隊作客泰國打世界盃外圍賽，雖然以2-0落敗，不過總教練郭家明表示，球隊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奈何未能適應當地炎熱嘅天氣，影響咗發揮，所以輸波亦無可厚非嘅。事實上咧，由於泰國隊咧擁有主場之利啊，所以咧一直咧都係逼住港隊嚟打㗎。咁最後咧，泰國隊咧亦都係順利咧以2-0咧贏咗香港。經過一輪角逐之後咧，現時南韓咧2戰2勝啦，得6分，而香港咧就只有0分啫。下場賽事咧會喺3月30號咧大球場上演，香港隊主場迎戰泰國。香港球迷又有眼福啦，南華會已經落實啦，同呢個英格蘭超級聯賽勁旅曼聯簽署咗一份正式合約，確定雙方喺7月20號喺大球場進行一場表演賽。曼聯今次嘅亞洲之行咧，首先就會去泰國，然之後咧就喺香港對南華，咁跟住咧就會去日本作呢個季前集訓㗎。咁所以陣中嘅球員咧，只要冇嚴重傷患咧，都會隨隊來港㗎啦。咁到時大家就可以睇到簡東拿、傑斯亞同埋碧咸等球星嘅風采啦。好易通足主周文順表示已經同凱撒同埋奧力續約至到5月底啦。至於較早前有意借用明尼路巴西外援，已經因為條件傾唔啱而取消咗咯。足總聯管會決定通過今屆新設嘅足總杯咧，初級組冠軍可以越級挑戰參加高級組嘅賽事，而最有機會越級嘅2合隊咧已經決定增援挑戰甲組啦。總督杯將會喺今晚8點鐘喺旺角場揭開戰幕啦，由快通對流浪。賽前雙方嚟一個牙交戰，講下自己嘅實力點樣威法喎。出席記者會仲有影視明星隊嘅代表。雙方隊長張志德同埋胡耀國進行咗一場咬手瓜比賽添。嗱，今晚快通對流浪嘅戰果咧，當然而家唔知啦。不過嗰日佢哋嗰場咧咬手瓜戰打成平手啊。高巴拿事件拖延咗一大段時期㗎啦，咁就最近咧因為陪審團嘅意見咧唔得一致，因此咧解散咗陪審團，準備日後咧重審喎。咁啊，93年咧高巴拿代表利物浦對曼聯嘅賽事咧就係被認為咧係有問題嘅嗰一場啊。咁啊，事實上呢場比賽咧亦都真係好好睇㗎。咁啊，今朝嘅球迷世界咧，我哋就重溫呢一場比賽。
呢場超級聯賽嘅舉行嘅球季咧就93至94年度啊，咁啊實際比賽日期咧就係94年嘅1月4號㗎。咁啊路潮嘅頭槌頂入去啦，咁啊曼聯嘅後衞咧就係頂翻出嚟，一片嘅混亂咧再次落喺咧係呢個科拿嘅腳下。咁啊當年嘅科拿咧都係啱啱都初出道嘅啫嚇，非常之年輕同埋有前途㗎。好啦，曼聯呢邊嘅攻勢又如何咧？高巴拿咧嚇咗一跳，落喺簡東拿嘅腳下。簡東拿咧今次準備斬去遠處咯，係啦，斬啦！哇！呢個波咧似乎咧係利物浦嘅後衞咧跳頂嘅時間唔好喎。咁結果咧俾4號嘅布魯士啊從後線入去咧頂個地波，咁冇計啊！我睇高巴拿呢個波咧，除非係出嘅話，唔出嘅話咧，輸呢個波應該後衞跳頂嘅時間唔好啊！ 10號嘅班尼斯咧，始終都唔係後衞才啊！跳頂個波咧就唔啱，結果咧落後一球先，利物浦好緊住咧拍翻出去，但係球證認為呢個波咧就係咧球門球嚟嘅喎，嗱睇下係咪啦？哦，原來就龍門柱咧彈咗出嚟嘅，就唔係咧高巴拿擋咗出去嘅。呢個咧係事件中嘅主角，大家留意下呢場波嘅表現啦！嗱，睇下傑斯仔啦，又睇下呢個曼聯咧就係施射。 呢個波傑斯嘅左腳咧射得都幾刁鑽啊！射到遠處貼住柱邊咧係入網嘅，兩球波咧係在手㗎啦。嗱，高巴拿呢個波咧只會進，撲唔到個波。咁啊，傑斯咧睇曼聯咧就係見第2功啦。好啦，深色衫褲嘅曼聯咧又有一個自由球啦，啱啱俄眉於對出幾碼中央嘅位置。咁利物浦已經跑人場啦，但係呢個波艾雲咧射得真係嘅。 有一個西波咧繞過人牆嘅頭，咁咧曲序係網上角突落嚟入嘅，3比0啊！曼聯咧遙遙領先，哇！舒米高咧呢個曼聯嘅守門員咧好高興啊！嗱，睇呢艾榮射呢個波好靚嘅，啊，真係射得好靚啊！呢個波艾雲。好啦，繼續比賽啦，咁啊睇睇啦，利物浦咧點樣反波啦嗱。 呢個地波拉埋咧，亦拉得好靚啊！哥洛夫嚟㗎，哥洛夫咧係替利物浦咧係追成1比3，較為接近嘅紀錄。呢個哥洛夫咧係森林降班之後咧係羅致咗嘅翻嚟嘅咧中場球員㗎。中堅胡禮助攻，老樹彈翻後上嘅列納咧又係哥洛夫嚟㗎，射程係2比3。 咁呢個咧就係前森林嘅射手啊！喺球隊絕對落後嘅情況之下咧，連追2球。咁啊2球波咧就係都係射地波啦，令到舒米高啊冇得人挽救㗎。斜傳表示高巴拿擋翻出嚟，傑斯隻右腳唔生性，喺禁區入面都非常之混亂嘅。 利物浦嘅球員咧亦都冒斷將嘅危險咧，就係將2次嘅射門咧閂咗出嚟。1次嘅高波再斬埋嚟，咁今次咧宗師啊頂翻出嚟，再射翻埋去，自己係射得出界㗎。呢場波嘅關鍵咧就係剛才一連串曼聯嘅攻門啊！好啦，進入下半場啦，睇下啦，紅衫利物浦咧點樣係追翻平手先？單刀波，傑斯。 靚啊！高巴拿咧呢個波救得靚啊！傑斯嘅射門咧非常之勁㗎，但係俾咧高巴拿咧擋咗出底線嘅。迪斯左後衞，但俾咧哥洛夫咁啊跟住列納歪埋去，亦都係死角嚟㗎。斯米高咧係及時係撲出咗。 形勢似乎落後嘅利物浦啊比較好啲喎，迪斯射埋去，哇！呢個波咧簡直仲靚埋添，直情咧係黏落嚟添啊！搞到嗰邊嘅高巴拿咧，亦都係識英唔做英雄啦，讚呢個舒米高呢個波咧係救得靚，點靚法咧？睇多次咧。除咗救波之外啊，姿勢分都攞埋啊！好啦，簡東拿又睇下點，又過嚟呢邊嘅堅尼啦。 狹窄角度一射，哎呀，又俾啦，又係高巴拿咧就落地咧就將個波咧係負咗出去嘅。咁啊，高巴拿咧嗱，除咗今次救堅尼呢個波咧，較早之前咧亦救過傑斯仔一個咧係近射㗎啦。啊，心海一浪堅尼
右腳拉個地波，啱咧用腳用手一齊咧擋咗呢個波出界。好啦，咁啊紅衫嘅利物浦咧，而家咧仲係落後緊2-3嘅，即係一球波落後緊㗎嚇。咁你睇餘下嘅時間咧，有冇辦法咧平反敗局啦？有啦，話好未完啦，魯特克啊，助攻之下咧就伸長條頸，一個半插水式咧，將個波咧用頭頂咗入網嘅，3-3啊！利物浦咧追成平手啊，起腳法啊！呢場波啊，嗱再睇睇魯特克飆到盡，咁樣啊頂到個波入網。呢個功臣啦，頂住下一球波。咁啊，繼後咧就麥佳亞咧替曼聯策略攻勢啦，又一下頭槌，呢下頂唔正啊！如果咧簡東華頂正呢個波咧，就係應該咧就曼聯又4-3咧領先㗎啦。哇！大家睇過啦，呢個高巴拿嘅表現，你覺得佢有冇打假波咧？好啦，我哋睇完利物浦示範點樣喺大比數落後嘅情況之下平反敗局咧，跟住落嚟會同觀眾咧玩呢個競猜歐洲金球呢個遊戲。一度頭先片段咧，入球者咧就係荷蘭亞積斯嘅古維特啊！咁啊呢個撞牆咧做得認真靚啊！咁啊古維特仲要給個對手射翻遠處掛網啊！嗱呢個波咧一個撞牆已經個組織唔曳㗎啦，落到底線。嗱扣呢下好靚一扣，跟住咧燙翻去遠處上角啊！以後頭先片段咧就係布拉格斯巴特嘅斯祖爾，嗱呢個波咧隊友後抽再跟住俾翻斯祖爾，跟住先至射入。合作性極高啊！嗱，睇第一腳開始，一篤翻過嚟，跟住一個後爭，佢亦都唔貪功喎，俾翻過嚟咧，最後好輕易咧鬥入。3個後先片段咧就利物浦個科拿，嗱呢個波咧先翹腳翹起個波，跟住勁抽。呢下虎尾腳過波睇啦，咁樣虎尾腳過波咧妙到絕啊！真係，所有對方嘅守衞冇辦法咧係知道佢咁過波。4個後先片段咧就係布拉格斯拉維亞嘅路和尼啊，呢個波咧根本守門員都未捉到嘅腳影，個波已經入啦。嗱，佢好聚精會神咧，就係睇住啦，前邊嗰個後防咧漏油啊，即刻抽射入網。得獎朋友將佢獲得 J 送出個運動型鑽飾，價值4000蚊。已經入咗法國聯賽杯決賽嘅史特拉斯堡同波爾多，先喺聯賽較量，結果未分勝負。各位早晨，又歡迎收睇星期日早上播出球迷世界節目。上個星期咧係一共係上演咗4場總統杯初賽嘅賽事㗎。咁啊，當然我哋同大家重溫下呢4場波，睇睇4強係點樣產生嘅。綠茵英雄咧，今集我哋介紹好易通嘅箭頭李布倫㗎。咁啊，呢個外援咧，而家有一定嘅觀眾擁躉㗎啦。咁啊，外國科方面咧，我哋咧重點介紹法國波同埋蘇格蘭嘅超級聯賽啊。咁啊，至於咧係總督杯嚟講咧，就上星期進行過好多場啦。嗱咁啊，由於今屆咧得7支嘅甲組隊伍，咁啊，所以咧剩翻落嚟嗰席位咧就由呢個港會咧係代替㗎。嗱，我哋喺第一環節咧，首先同大家咧睇翻呢個星島對好易通，睇下邊支球隊咧率先係進入4強。經抽籤之後咧，上線快易通先對流浪，好易通會對星島，下線呢就港會對東方，而愉園呢就對南華㗎。嗱，我哋先睇睇啦，好易通同星島呢場嘅比賽先。